讲到高中生就算是半个大人啊，咱来看这条新闻，看安尼做敢有合理咧？新竹高中最近提案要修正管理办法，禁止学生伫咧学校内面用手机耍游戏，按算6月底会送校部会议决议。不过有学生认为讲应该爱尊重因自我管理的权利，学校也讲会和学生来继续讨论，希望会当得到共识。 下课时间，有的学生出来运动行、活动筋骨，嘛袂少学生留伫教室回手机啊。毋过，干那10分钟，连咪就要继续上课。有的学生因为游戏也未结束，加减影响到上课。如果你可以自己控制，就是只在下课时间玩，然后不会影响到上课的学习的话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。然后手机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使用的部分，包括我们的拍照来做一个笔记啊，或者是来上一个线上的查询、单字的查询，或者是一个形式力的方式的处理哦。那其实大部分学生都做得不错。那可是我们现在后来遇到一个问题点，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玩游戏，原本有玩游戏的人他就继续的玩，但是原本没有玩游戏的同学，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就开始加入了，那我们就开始接到很多家长的反应。目前学校想要定出严格禁止学生在学校耍手机的规定。另外一边，学生代表是希望学校尊重学生自我管理时间的权利。我们班联会提出来的是，我们只在上课时间，也就是教育部原法中学习时间的部分，对手机做必要的管理。 但在下课或者是午休或者是放学之后，这些非学习时间就可以交还给学生自主来运用。学校指出，3年前原本同意学生下课时间自由使用手机啊，不过却发现真侪学生无法度控制，所以才想要强制规定，所以来参学生讨论，希望会使得到共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